旅程嘅第4日，尋日我哋從吉首嚟到張家界。今日嘅重點景點係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。呢度以神奇嘅地理地貌同獨特嘅自然景觀著稱。我哋乘坐世界上最長嘅纜車遊覽天門山，索道全程長7455米，長到高度落差係1279米，高度啊！除此，天門洞、盤龍崖棧道同土家風情園，亦都列入今日嘅行程裏面啦。節目十分豐富啊！我哋一齊見識下啦！大家好，又係我鹹蛋哥啊！而家係早上嘅8點15分，要準備去第一個景點。天門山索道設有超過100個橋箱，索道單程運行時間為28分鐘，運行速度為每秒6米，單向運量可以每小時承載1200人。哇，得啦！睇到天門洞啊！呢上面，好高，好喎，好高突然間要上到咁高啊！啊！驚㗎啦！啊，應該呢次係到㗎啦。要拼佢一齊嚟游啊！喺個陽嗰出面洞。還有西線，那還有東線，我們走的是中線，我們走的這條線，這條線開放，這條線最晚的最好看，你要跑不完哦。然後我們上來會乘坐扶梯，然後下面有999個台階，我們能不能走下來？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位於湖南省張家界市永定區。驚啊！行下就唔驚㗎啦。公園總面積為96平方公里，主峰海拔為1518.6米，山頂面積為2平方公里。它的生長環境要求很高。呢度保存住完整嘅原始次森林，公園屬於山岳型自然景區，同時亦係國家5A 級旅遊景區。呢個係換蟹嘅票啊，5蚊人民幣。反光我影唔到落去。盤龍崖玻璃棧道，棧道全長100米，
闊1.6米。遊客可以喺玻璃棧道上俯瞰天門山99度彎盤山公路。不夠。喺呢度有20分鐘嘅休息，你周圍逛下先。點咗嗰啲個51蚊嘅餐。天門山穿山自動扶梯，扶梯分為2部分，共12段。天門洞高131.5米，闊57米，深60米，係世界最高海拔嘅天然穿山溶洞。而家我哋就唔坐電梯，我哋行樓級落去。上天梯，台階共999級，係通往天門嘅途徑，亦係許願祈福嘅靈地。講起嚟有啲慚愧啊，人哋喺度上，我哋就喺度行落去啊。天門山因自然奇觀天門洞而得名。話說喺公元263年，松涼山千米峭壁空然洞開，仿如一座鑲嵌喺天幕上嘅通天之門，成為極度罕見嘅奇景。松涼山亦因此改稱為天門山。又到食飯時間啦！張家界嘅土家族風情苑係國家4A 級嘅旅遊區，佔地超過800畝，係一座人文景觀同自然景觀相融合嘅旅遊勝地。園內建築多為木石結構，沖天樓依山造閣，氣勢恢宏，樓高48米，9重12層，曲徑回復，獨具匠心，被認定為中國最高、最大、最完美嘅木質結構吊腳樓，更被譽為天下第一樓。整個建築為木質結構，全部用木山鉾合，冇用到一粒鐵釘啊！
一條龍嘅排水系統，更係氣勢非凡。602。我住隔離啫。呢度。好啊，做鄰居。好啊，甩房啊！而家我哋要睇睇我哋嘅房間先。一樣啦。玄關之後就有個廁所同埋呢個沖洗間。我知係廚房喎。仔，好啦，一入到嚟咧，有一張雙人床啦，一個小梳化，同尋日嘅係一樣嘅。呢度都有一個可以睇到廁所入邊嘅玻璃窗。正話我哋大鄉里咗啦，原來呢個玻璃窗係可以透視同埋唔透視嘅。好，而家開咗去，而家就透視咗啦。我再撳一下，係咪好神奇呢？去咗幾日嘅酒店，終於有一間係有得洗 pat pat 㗎啦。去酒店四圍逛逛，睇下呢度嘅設施，有 gym 喎。